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25，诗篇141篇1节安尼讲：耶和华，我要求求你，求你紧紧临到我。我求求你的时，愿你压耳孔听我的声。三角来祈祷，紧紧临到阮，压耳孔听阮的声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赏赐活命甲快乐的上帝，你是人民疼痛的天父，主啊！每一天，你将平安赏赐阮，也互阮心灵得到平静安稳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伫阮生命中赐了逐样丰盛的恩典。感谢你看顾阮，互阮伫逐时逐刻有你的同在。主啊！人生的路途虽然充满坎坷危险，总是有你陪伴阮，就无惊。主啊！虽然外在环境有大风台，总是有你的保护，阮就安然自在。主啊，阮要求求你，求你紧紧临到阮。阮求求你的时，愿你压耳孔听阮的声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